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法星社，我係 Jackie，我係 Cardia。好啦，而家到咗講屬牛嘅朋友啦。喺今年咧，害太歲嘅，容易小人啦，都容易俾人背叛啦。但係都有兩粒大吉星嚟到幫助嘅，就係紫微星同埋龍德星啦。會化解到好多呢啲問題㗎，亦都會大大提升到財運方面咧，因為有粒暴敗星嘅影響啦，所以財富方面咧就會大起大落啊，亦都所謂三更窮五更富啊，所以一定要守緊呢個財富啊，因為害太歲嘅關係多少人出現喺背後指指點點惡意中傷所以唔好理會咁多閒言閒語做正事就會自然少人遠離㗎啦。方面咧，因為有粒天厄星嘅，就會容易有啲隱約性嘅疾病本身係有血壓高糖尿病啲慢性病嘅問題咧，就要多啲去check 好個身體啦。事業方面咧，因為有兩粒大吉星去幫助啦，會容易受到上司老闆去提攜嘅，亦都貴人好多嘅。至於做生意嘅，就會遇到一啲有權力嘅客人令到生意大大提升感情方面啦，屬牛嘅朋友咧就注意下多啲同另一半去溝通啦，唔好固執硬頸要面子多啲關心對方，自然感情就會融洽㗎。但係點都好啦，今年有兩粒大吉星去幫助嘅，就運氣都會好嘅。但係都要注意下7月份同埋12月份嘅呢2個月啦。